喺香港，轉租係指租戶將其租入嘅物業再出租俾第三方，咁轉租要唔要交稅？根據稅務條例，業務嘅定義包括任何公司向任何人出租或轉租任何物業，任何其他人係租賃下、非政府租賃、轉租其持有嘅物業。換言之，無論係個人或者係法人轉租嘅收入，均被視為營業收入，所以需按利得稅進行課稅。咁樣同原個人業主出租需繳納嘅物業稅係唔同嘅。而以下係一啲可以扣減嘅開支。係計轉租收入嘅應課稅額時，租戶可能可以扣減一啲相關嘅開支，例如租金支出、管理費、維修費、其他經營費用等。而租戶都需要係每個課稅年度結束之後，向稅務局申報轉租收入同埋相關嘅開支。未能在指定嘅期限內提交報稅表，可能會導致罰款或者其他法律後果。如有其他疑問或需要進一步嘅稅務建議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 CK。